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安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这一摆的选举已经过了2天，大家话题也是等着选举的事。9合1的选举，民进党县市长剩50处，但是议员的总数并无倒退率。敢是国民党正义、善良、公理，只是在6都，其他的选举含大家比笑久。实在看起来，冷冷的选情减了5%的投票率，讲是民进党无予少年人投票的理由。但是少年敢是真正安尼想？这一次做着良心的媒体，唔是咱要来担心着向党、向赢、向甲输。咱来好好检讨正义公理，唔通变做圣诞老公公的迷路。咱到底来看卖。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資深的媒體人陳敏鴻，敏鴻。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咱銘傳大學廣電系的副教授杜勝聰，杜教授。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的會長柯冠哲。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咱媒體工作者吳友心。各位朋友、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來看吼，這個選舉選了後，雖然大家真濟候選人就出來下票，但是下票不變啊，一定會去用問到講，選來要創啥？當選到台北市長的蔣萬安，昨暗時就四界來下票，外界真關心伊的未來，講哦，伊到底市府的團隊有啥人？伊表示講，啊，佫咧規劃啦，無要緊，至到着民進黨來針對着大師來檢討。互相也有咧相答的，嘛有要找講啊，像是即個鳥鼠仔屎。好，毋過陳市長強調講，伊本人負專責，伊來打。所有的市民朋友，謝謝大家。當選台北市長國民黨蔣萬安選後四界下票，不過外界已經開始關心到底什麼人會使進入小內閣，伊個是副手人選。不過蔣萬安攏也無講，不過外界認為前高雄副市長李四川是穩重的人選，甚至連對手黃珊珊也被點名。我們都在規劃，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專心在施政的推動。這一次大家可能很害怕、很焦慮，擔心另外一個人當選，超越了他們對黃珊珊的肯定，這個我都理解。下票行程看到不少支持者為加油，黃珊珊強調台北有34萬外人，相信中間力量是這擺選舉上大收穫。民進黨陳市長首都之前失敗，有人感謝選民的支持，只是黨內也掀起檢討的聲音，甚至抓戰犯。選前不提出一表中人的理論的衛福部長蘇水元也被點名是戰犯之一。我一向就是這樣大人啊，哈，家裡做代誌家裡擔了哈，那些事情就是，尤其我是選舉的主將嘛，哈，這一場我是主將，那當然。好，一切我負責。追戰犯的話，這我沒有意見了。認為我必須要負某種政治上的責任，我也不迴避了。那抓戰犯，黨內也引起爭議。立委何志偉來指控有誤導入去競選的決策內底才敗選，更加點名黃成國、洪耀虎甲洪耀南這人。不過洪耀虎在面冊批評何志偉，在後壁破壞設計陳市長，引發何志偉不斷來回擊，講到自在人心，什麼人有權力，什麼人是操盤手，選票已經點出答案。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睇喺影片內面就看到啦，內面啊開始有人在檢討，但是陳市長看起來講，當大人啊，代志我負責。但是嘛有人講，民進黨這一次無算做大輸啦。這到底在場的四位有無同款的看法咧？敏鴻，我感覺這也無算大輸，啥物叫做算大輸啦？咱用一個標準來看好啊。1989年是民進黨第一屆投入這個地方的選舉嘛。當初第一屆選舉的時陣有6席，今年我請問幾席？5席嘛。當初拄啊成立政黨的時陣是民進黨上困難的時陣，伊個有用摕到台北縣遮爾縣大的縣市，個有新竹縣嘛。這屆摕攏是6都以外是兩個縣市嘛，算袂少人啦。但是佫有一個澎湖是算小縣嘛。總數加起來嘛是5席啊。
啊是有输啊无输，那算人口数是真少啦。人口数大减嘛，然后你甲蔡英文总统选总统的时阵817票，817万票比起来，这届减300万票，373万票，我想安尼讲有算无大输。吼，我想民进党即届选书伊就爱承认，啊选书才会用彻底的检讨了后，才会个赢后摆的选举。但是嘛有一种讲法，讲是议员吼，咱来看这个议员的席数吼，民进党实际上是加了39席哦，吼。对啊。但是嘛有人讲啊，你这地方型的选举，甲我中央级的这个选举无共款啊，但是若搁甲比较了总统的选举，就讲啊，迄唔对，迄甲总统来比就无共款。对啊，但是你是要比议员，还是比县市，还是要比总统？啊，都是行伫迄台湾的标准在哪里哈？对啊，都是行伫台湾的政治权力较大，是议员还是总统还是县市长？所以我觉得也不要掩耳盗铃啊，就是你议员增加，恭喜啊，但是你整个总票数还是减少嘛。啊我请问你，每年的选举是要算议员的总票数，还是算这个所谓的整个政党的得票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你一开始要怎么认定大输或是小输，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第一天如果你不是那么大输的话，你东主席有现在洗劫，所以有些人开始出来洗风向，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从选举，民宏，你认为这是咧洗这个方向啦吼？对，我觉得从选举开始都不停的在洗风向。那洗到现在呢，就是为什么要洗这个风向？我觉得是不是跟内阁不用负责有关系？就是说我党主席已经不保了，党主席已经袭击了，那陈其迈被上来接这个代理主席，那未来主席是都一派黑人，大家都咧讨论啊嘛。过来真正上讨论上热的所在就是咱行政院长到底要不要负责任，要不要洗劫？国民党时代毛治国，跟这个台大政系那个什么江宜桦，也都是有负责任辞职。赖清德2018年负责任，无啦，伊口头有时啦。总统甲老啦，口头是人是讲你口头是你若正经要是你就卖个接受慰留啊，让赖清德跟江宜桦还有毛治国都没有接受慰留啊，然后你袭击要有诚心嘛，除了口头以外，还有书面，安尼才有算，对吧？你无书面，你是去大家你就讲我袭击啦，我负责任，你是叫总统要你直来讲你要袭击，总统讲啊。你好啊，好，安尼是安尼后壁回了门开啊，大家足尴尬。我觉得这个不是很诚心的辞职啊。然后后来后面就有洗风向说不是说那个不改组，是院长不换，其他的阁员还是要换呐。那问题是整个行政院在选战中间出多少包，选战党部的策略跟文宣的操作是一回事。行政院的官员讲唔对话，资策会、农委会、王美花、台积电拿了台积电当选举工具，然后呢，这个薛瑞元，你讲那个话，到底对选情有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届中间民宏听起来你的名单真长哦。安尼我现在搁得死人啊！我袂要紧，咱一行好好来讨论。咱头一开始就讲哦，咱唔是咧讲哦，像赢像输，是哦，公理甲正义，这才是民主的真谛啦。对啦，你输就输啦，大家要诚心的检讨才会进步嘛。我要来问杜老师哈，杜老师，你感觉讲民进党是若是算作大输，到底是输伫这个县市长而已？还是讲输伫全面性，无有人讲哦，讲民进党这次选举哦，无这个全国性的议题啦。以早还有啥物国民年金啦，老人年金啦，无就拍乌金啦，这次咧全国性的这个议题设定内面哦，却拢无去，变做抗中保台啦，如此而已。尤其啦，抗中保台，咱就知影讲即摆这个习近平啊，在整个选举当中拢无声音哦，你认为安怎？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
第一吼，这道的这个县市长的选举，当然爱算输啦。我会记我咧读大学的时阵，迄句尤清第一摆来当选着台北县长，台北县长，本社迄个县长选尤清，本社交通一定清，迄句我会记我是6、7个啊。然后就咧迄个时阵，迄个伫咧1992年吼。张俊宏先生伊开始就是用迄个地方包围中央地方包围中央，提出这个战略，然后吼叫好帮那个，当然透过那个什么，像叶尔钦效应，安尼去处理掉宋楚瑜，然后再慢慢去帮那个渐冻轮体去打下基础，所以大概从1989年到现在来讲，应该没有像这道选个遐歹看啦。那个刚安尼算起来，你敢为那个罗水溪以北一色的迄个民进党的县市长拢无哦，这以前哦是。那有人讲吼，讲就是因为投票率哦伤低。少年人无去互民进党感动着啦。这毋是感动甲无感动的问题嘛吼。我会当讲吼，为议员来讲吼，就是讲咱的议员个人单打独斗，还是定高机吼。他在战术的执行层面上面哈，真的很不错。但是伫咧县市长顶管来讲哦，他就像一个航空母舰迷路，航空母舰迷航啊。在战略当中，我唔知影讲民进党这道的主要的诉求是啥？吼，伊想要护卫的价值是什么？从来没有看到民进党打得这么混乱，特别是这个可能大家无啥爱听，为什么会让那些很奇怪的侧翼、扭曲人性的侧翼，去绑架了很多民进党？这些理性的民红的名单内面，这个不知道，就民进党的建议，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绑架你这么多理性的人，这么多优秀的这种执政的团队，为什么会给那几个特定的侧翼绑架到好像你眼睛啥物物件你拢无看到啊？这刚是我们咱长期以来认识的迄种勇于批判、勇于反省的民进党，这唔是呢。咱若讲走新闻，到即马看起来30年，我唔捌看过这种迷路到这种地步，竟然被侧翼绑架到看不到地方杜老师，你就讲到一个点他民红嘛有真侪名单伫咱一项一项来看。首先，咱请到这个少年人台大研究生的会长少年人这摆是真正无出来投票吗？有人讲有啊，我是少年人，我就出来投票啊，是真正无出来投票吗？我的看法是我身躯边的同学朋友是有出来啊，但是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有。但是有人讲，恁这种算作国庆青年。我表达就是讲，伫阮用一个专有名词来讲，就是同温层以外啊，同温层以外嘛，足侪人出来投，但是真正是无投互蓝、无投互绿的足侪，投互第三党，对第三党，这是我的看法啊。所以阮来看的上，就是讲政党蓝绿到底是输，还是也爱检讨是伊。我想法是讲，迄是政党的代志。阮作为一个民间的团体，作为一个少年爱看的是讲，台湾有可能有行出，就是真正有一个第三势力的空间无？但是就是讲，这个第三势力一定要有核心价值啊，伊爱带台湾去倒位，一定要有坚定的理念。就我的看法啦，即摆民众党应该是不及格的啦。但是这一次选举来讲。确实，第三势力是有空间的，因为就这人讨厌蓝绿啊。民进党无核心价值，国民党嘛无核心价值，民众党在你眼内嘛无积极。啊，你第三党你有通要投啥物人？我意思第三党的人嘛无法济咧，咱来看这第三党吼，你看民众党1.5%，
时代力量0.6%，吼安尼，所以少年人有其他的选择吗？我的意思就是讲，因为我毋是一个政治人物啦，我袂使决定讲我的主动还是我的安怎。但是作为一个伫民间拍拼的少年人，我是看法是讲，阮一定爱行出一条路是，有蓝绿之外的空间的选择。作为民间的一个组织工作者啊，那这对我是看是讲，对一个民主的国家社会来讲，有2党以外的选择才是较健康的。那像恁哦，譬如讲你家己会当讲啊，恁这个位仔的人，吼，大家拢有这种想法，但是像你这种想法的少年人，算多还少呢？我的看法是多哦，嘿，因为我一开始就讲嘛，就多人这摆应该唔是投蓝或绿，是投第三党。那因为人即摆就讲哦，即摆还佫有一个，你话检讨讲少年人无去用感动着，是连老大人都无去用感动着，还是干那少年人无去用感动着？感觉讲啊，咱民进党无理想性啊，吼，所以无去用感动，干那少年人是民进党的专有，敢是安尼？袂使安尼讲啦，因为民进党是党外起家的呢，是靠嘛足侪工人、农民支持伊的呢，就是讲。民进党的支持者本来就不是完全是靠年轻人呐，嘛有很多现在是老人家甚至退休人，啊，到底是不是让他们失去民心？民进党家己来检讨。是，有心你安怎看呢？其实我感觉民进党这届真正选了真歹，真正是大输啦，讲实在的。因为其实伫选举进前，足侪人都已经讲啊，民进党这届就是4+1嘛，伊唔知要加到对4+N。吼，毋过最后竟然只有5个县市啊！其实因家己选进前已经拢知影，即个可能会选了真歹，因为选进前迄咱民进党的党中央迄气氛其实无介好，讲实在的。啊，大家甲因问，伊拢讲啊，买啦。啊，毋过伊嘛讲袂出来。你迄阵咧走新闻就知影讲，哦，党中央气氛无介好。无介好，啊，因为伊家己嘛讲袂出来，讲我对一个县市选了足好。伊嘛讲袂出来，伊敢若讲啊，逐个县市拢嘛安尼三骹拄啦，有啦，佫有机会赢。啊，这话其实咱新闻走较久啊，听起来伊就是自己咧壮胆啦，就是你知道，就是自己在吹哨子壮胆安尼尔。所以其实，民进党内底已经有即个检讨的声音伫投票进前真几工啊，已经有派系已经咧讲啊，选了无好，安尼是毋是小英该留落啊？因为党主席要改选真麻烦的。啊，毋过咱。那个啊，规个改。所以还未投票进前，大家就开始写卡本啊。对嘿，都已经有啊。啊，其实因为咱线上的记者，大家拢嘛会先甲迄种输甲赢的迄种结果写好。个性写好。嘿，个性写好。啊，即届就是我全部拢是写民进党输，啊全部拢一届互处理啊。嘿啊，其实就是安尼啦，嘿啊。所以你感觉主要的原因是啥物呢？你他描述着主要的原因是啥物呢？一个提名上慢啊，因为像迄种台北市国民党5月就提名迄个蒋万安啊，啊毋过咱民进党拖到7月才决定是陈时中。啊，其实你看伊8月29登记，你敢若剩2个月会当造势，啊，过来伊就是一个指挥官，毋过伊无转身，无互伊安尼华丽转身一个，变一个哦，大家感觉哦，伊是一个好的候选人。所以其实足侪物件拢还袂准备好，你就甲人杀起哩。啊，汤嘛是汤，你看迄种7月的时阵，要搁伫遐林志坚论文之乱，啊，一直到8月的时阵，较换郑运鹏。啊，其实郑运鹏家己去哩，虽然伊讲伊有全程参与迄个助选，不过伊家己去哩也懵掉了。想讲啊，我即摆要安怎开始？因为全部拢林志坚。啊，搁有记者迄种8月的时候，伊去汤。甲迄种菜市场的人甲访问，大家人拢唔知影讲啊，已经换迄种郑运鹏要选啦。哦，这已经8月啊，咱11月就要投票安尼，啊，搁2个月，啊，你又搁唔知影向你选，这毋是最好的吗？嘿啊，所以其实这就是已经注定讲，民进党这届已经就是大败的。哦，尤心他已经讲到一个重点了，选对会啊，选举策略对策会啦吼。民众，你安怎看这一次的民进党吼？他拄仔咱已经讲了3个代志，一个就是党中央无即个一致的即个主见的即个主轴出来，吼，无即个过去的神圣性，吼，无即个过去的即理想性。第二个就是提名收慢，
啊，第三个就是无叫少年人，唔拿少年人，无感觉讲，即我也无欠你，我想要来选这个第三党，啊，选对会角色的。这个选举会角色完全是无迄个功能啊，吼。以前阮走民进党的人拢知影，就是规个选举啊搞的时阵，大概就是有一个主轴，伊就是基本的配备嘛。然后主轴出来了，你有相对文宣第一波、第二波，然后你还会把选区分作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然后第一级要下多少力量，然后第二级就是什么？第二级就是可能比较不看好的，那第一级可能就会力保的。可是你看这个选举有这种层次不？绝对无嘛，就是放鸟吃草，放鸽子吃草。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党主席，然后我就把这个选举的选区呢分的。恁各派系家己去负责，好，你莫讲我无公平，恁大家拢有家己的所在，好，正国会有家人，那台北市就咱因系家己操盘，那桃园就是恁新潮流的，然后台中新潮流啊，各个派系各个这个，那各行其事，那你们这一区你要怎么打？那你就自己照自己的意思去打，然后新店的柯建铭负责，那负责之后他就开始打资策会，啊资策会。打到一半的时候，大家说不要这样打，可是他是整个主导这个新竹的这个头，那人家叫他停，他又是党内大佬，也没有办法停。那整个中央党部在参选的时阵，我觉得就是也大家也不用讲难听话，反正你去负责就好啊，无我代志，我莫给讲话。好，大家你要安怎？气氛变做安尼。气氛变安尼啊，所以我万一啊输啊是啥，我就袂怪我加讲话，然后我爱负责任安尼，你的代志你也管，你这个都是有史以来最松散的一次这种选举。民众你头仔讲的是我无熟悉的民进党的。对啊，你看，以前咱走阿扁的时阵，阿扁会佫会唱歌互你听啊，春天的花蕊安怎有没有？起码有一首歌有无？啊，这个佫有什么希望什么城市怎样？然后以前民进党还会廉政清廉爱乡土，啊，这个是啥物？你讲会出来？空中保台啦。空中保台，伊嘛讲无出来啊，伊尾啊台北是讲为爱而走，对吧？啊，中央是讲是为保台湾而什么东西而投票，后来到最后的 slogan 是什么？投蔡英文一票就是投谁一票，这变主轴，就是朱熹家己的个人的声望提出来赌啊，对。但是我爱甲观众朋友特别的提醒吼，咱唔是干那吼开了几点钟的时间来要检讨民进党吼，咱是要来看讲，国民党在这个选战的策略顶头，我真知影，伊就是用5个字，就是甲民进党落架，下架民进党。对啊，国民党制造的仇恨值为什么会成功？咱这样讲民调对不？民调你存伫迄松山信义，就是徐小新迄区，蒋万安得票率最高，高达快50%。然后黄珊珊跟陈时中只分了大概一个19，一个17。23万呀，嘿。那一区就是徐小新制造的仇恨值最高，可是这个仇恨值为什么会成功？那民进党不是防疫防3年。3年应该有红利啊，红利为什么后来变仇恨？这表示说你在这个国民党今年也没有很高明是没有错，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新生代打弊案是打得很厉害，像林志坚的案子也是查出来了。那林志坚的时阵，民进党的反应是不是正确的？你是不是讲好啦？我就是交给台大处理嘛。我选举继续行，依照林志坚的政绩，应该选较好啦，选比郑鹏较好。但是你莫去跟台大争那个什么，你是对的还是我？没跟人挤哈。最后变成要大家选，你觉得你相信民进党还是相信台大？你这样子不就会花体吗？所以说有很多那种技术性的东西，选到一个不知那国民党聪明的地方，他避开了一些这个污点呐，避一些陷阱，譬如说苗栗的中东锦，伊知影中东锦一定会赢，但是伊唔敢提名中东锦，因为中东锦的黑金太明显。你只要有提名他的时阵，虽然赢，但是有一个破口。民宏你的意思是讲，伊也真巧，伊就知影讲，反正你中东锦你安怎你就会调，所以我提名一个谢富宏，所以同款意思，我伫新竹。
我就知影讲啊，这个人经人哦，边仔酸刷伊就是我懵懵啊，上后尾爱再来气爆。对啊。无对，林根人伊是中央的卖啊，中央是卖这个人啊。安尼朱立伦这个总教练，朱立伦伊是卖这个人啊，毋过你新竹市张善政了，风波就做压做大，伊就无新竹无想要管理啊。啊，管理你甲林根人边仔两个人，家己尾也放杀伊。啊，你朱立伦就讲好啊，我本来就要提名啊林根人啊，啊恁两个无道义，啊恁兜的代志啊，啊我只要党中央卖去有民进党攻击我是黑金。黑金提中警的话，我就 safe 我就过去了，然后以底通马上整合成功了。他没有什么大的战略，同样他也没有提什么主轴啊，他也提不出什么主轴啊。这个两岸的东西他也没有优势。可是问题是，他这个所有可以避的这个风险，他都避过了，他这是避风险成功了。国民党建设的成功了哈。对，就是伊有在片面过去哈，伊知影会拍啥物的代志的人，伊该撇掉。像你若提名总统警，即声大家民进党伊讲总统警啊，找到你的卡开棍对啊，就是讲咱就讨论总统警，你划破同学的肚子是轻伤还是重伤啊？肠子流下来是算流出来，然后去住医院待1礼拜了后出院，这是重伤还是轻伤？吼啊你是不是好刀？啊你这不是全部都集中在苗栗打黑金啊？所以朱立伦还是有一点。就是有点知道这个 mega 避掉中东锦，我觉得这个是他国民党这一次就是说不要求贪功，但是呢他就建树有成功，建树胜五成功的避过一些洞啊。是啊，盛聪呢？你讲我新竹是咱即摆咱有一个现象，咱看吼，推甲上厉害的所在，结果拢红起来。哦，譬如讲宜兰。林珠苗推甲真厉害，伊嘛照调，吼！你推这个新竹推甲遮厉害，嘛是照调。啊，这个有人讲是代表着讲啊，选民吼较无这个理性，吼，所以呢，我就今仔日一工哦，我就甲度过，我就投落去就对，其他以后再来讲，敢是安尼？先讲到新竹，吼，我个人的看法是安尼啦，吼，新竹的这个吼，咱即摆的高市长。应该爱颁一个匾额，顶管写惠我良多，去互咱某咪电视台，因为电视台咧甲报道的时阵，即个完全无啥符合着吼正常的迄个比例原则，吼，比如讲，吼，我前1-2礼拜，我有做一个统计，即个统计就讲吼，迄个高市长啊，即马伊的迄个。迄个电视的即个时间吼，差不多甲报道的时间1礼拜内面有174分钟。陈时中第2名，陈时中第2名伊敢若38分钟，第3名是咱蒋市长啊，蒋万安，伊才27分钟。啊，其他迄啥物？南山时间。迄拢南山，迄拢免讲啊。对，你去甲拍，你想讲吼？我甲拍会当甲拍好死，不管安尼对也毋对啦。但是伊失去了正确的即个比例原则的时阵，吼结果你想要做的代志，拄啊好，迄个结果就甲你相倒变，吼。这是第一个我看新竹的物件啦。第二个就是讲，即道我感觉国民党的人真爱讲一个物件，就讲即道是一个拿力。的对决，这不对嘛？用性质来讲，吼，我新闻界的前辈，张泽月啦，写来甲我讲，其实伊讲吼，这样咧不对，咱要去思考着即道的即个选举，即个比较较正确的即个讲法叫做雕亚对决，毋是拿力对决。其实是地方对中央的不满，啊，咱就甲其他吼用次要敌人去打击主要敌人，安尼轻轻的去奏效，这是第二。第三，我感觉讲民进党迄实在是足奇怪哦，因为民进党吼，咱长期以来我拢有咧做迄个吼，民进党还是国民党迄政治宣传的时阵吼，人爱去做。其实
一个正常捌看过选举的人，拢知影讲，我什么物件，我除了主轴我会最清楚以外，我必须要知影讲，什么物件会当圈粉啦，什么物件会当扭到票，爱透过着一种咱咧选择咧拍的时阵，爱甲迄种情绪爱拍出来，敢若3种情绪，上个主要，第一种就是生气、愤怒，第一种，第二就是咱惊吓、着惊、恐惧啦，第三个咱唔甘，咱同情啦。我实在是无啥，我是毋捌看过讲，咱若咧做文宣的时阵，我们要用爱。即我想到一个卡通片，哈，什么是光之美少女啊？什么我们要爱什么怎么样？这边去讲啊，这个打的实在是太离月光美少女，月亮惩罚你，我代替月亮惩罚你，然后我们都有爱，哈，无就那像什么游戏王，哈。游戏王还是青眼白龙弹出去了，甲讲，好，我们城之内，城之内大家拢友好，城之内我们的友谊，只要有友谊就可以克服这种所有的困难，这真正咧讲漫画嘛。所以对民众党的一种啦，大家都在抓战犯呐，我也觉得这个圈子很小，不要这个样子去讲，你搞不好打到的是真正在做事情的人，我觉得也不要去乱弄。但是真的是静下心来，你要去想，你为什么会雕这个在我们的这种决策的行为，我们叫集体盲思，简单来讲就是同性繁殖的人，同质性很高的人，他的那种决策之后同性交配同质交配的人就会生出白痴。你怎么会让你的一个拿817万票的这个政党掉入这一种集体盲思的这种行为？只有一个概念，因为我摕到那817万票，我不再谦卑了，然后所有人都是拍马屁，所以你学会了这种拍马屁的时候，或者说习惯这种拍马屁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接地气，所以才会造成这一次的状况了。我觉得不要抓战犯了，应该是把那个结构。老师他咧讲，你有听到吼？你讲有认为老师讲的是对的，譬如讲伊也讲到讲民进党不在谦卑，但是你他也有讲哦，你对两党拢无这个无爱，想要行第三党。虽然你有你家己的这个想法，但是你对着民进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甚至是咱他槟榔啊讲国民党所做的这战略是正确的，策略是正确的。你敢有感觉，还是你感受到，还是讲恁少年人其实拢对着这种物件，你无啥有在意？阮是讲，我先讲，阮就是讲这同阮村的看法啦。同阮村是真正有看到足侪本来应该是民进党伫在野的时阵是支持的议题，还是讲价值是伫即马这几档内底是真正有退缩，还是讲放弃，还是安怎，还是较会交换啦？足侪人会失望啦。看台南就知影，台南以前讲摕一个西瓜来，拢会当选的所在，即摆哪会选到安尼，对无？啊，这是同温层就真正是足侪人的失望。啊，伫同温层以外，其实讲伊嘛无在乎这些进步的所谓进步的议题啊。但是真正是会甲足侪对中央的不满，就是讲就是算是老师讲的，包括讲拄则讲到论文的代志，疫情是唔管是到底是好还是唔好，但是大家都是因为疫情大家一定是过得不好。网络顶头迄种 KOL 迄种网红，踮遐讲话啥物，对你来讲，你感觉少年人会去有影响到无？嘿，我拄则还未讲出来，就是讲。大家是真正会甲中央的对中央的不满，影响到地方的投票安尼啦。啊，你讲 KOL 这个代志是真正，嘛足侪人的，就是讲看到这 KOL 是伊真正是足侪的 KOL 是用这刺激的言论述伫咧讲代志，无想要甲人，无想要甲不同价值的人沟通啊。这对一个民主的社会来讲，真正是一个伤害啦。但是这顶 KOL 到底是像咧操控，还是自己在这边运作，我嘛唔知影。这
进动政治任务，所有人家己爱检讨的代志啊。但是恁感觉对恁这口位的人有效啊无效？我是觉得那种刺激的言论啊，本来认同人看得很爽啊，不认同人闪得越远，越想要去找其他人来反对。有心你一直点头哈，你感觉这摆这个网络的这个网络顶头这红人啊，咧讲话啦、做访问啊、咧串联，对着选举选情，敢有影响？其实我感觉绝对有影响，因为这个侧翼讲实在的，因为顶届小英总统选举会当直接一票，就是因为这个网络的效应嘛。毋过问题是因为之后国民党甲民众党拢知影讲啊，我顶届就是选举就是食开伫遮，所以其实伊这2档嘛有咧经营遮的，就是网络的物件。嘿，所以其实慢慢你网络变成真大的同温层，大家拢真安尼同温层，啊，拢看袂到对方咧创啥物，所以其实迄就是大家安尼门关起来讲到安尼足爽的。啊，毋过你也无伫遮迄种同温层内底的人，会感觉讲啊，遮个人是咧乱啥物，看拢无。啊，大家拢感觉讲，民进党一定饲遮个资料吼，遮个种网军啦，啥物侧翼啦。其实民进党嘛足无奈的，因为伊感觉讲。后来伊其实2020当有因为这个代志，所以蔡英文较会当直接一票。不过问题是这2档其实慢慢大家已经失控啊。所以有心你的意思是说，民进党家己也知影这个代志，但是无法度控制这寡人。对。无法度拜托因讲，拜托你小做好些，你唔当做这个反倒来害着阮选情的代志。有人知，但是无去做阻止。其实大家拢知，只是讲伊唔知影安怎就是给他做一个停止的止血的概念，因为你无可能甲网络全部拢收起来吧？啊，像之前有一个迄种法律，迄种修法，就是迄种要管制网络迄个代志，迄一出来了后，大规人，所有少年人啊、老人啊、什么人，所有只要用网络的人拢爆炸，就讲哎哟，即马民进党要管网络，管到这个家来啊，所以民进党根本伊嘛无法度，伊也嘛无法度讲我到底要安怎管？因为遐个侧翼其实大家人拢有家己的自我思想和主体性，啊，伊嘛有家己的粉丝啊，对无？有时你讲到安尼，敢若民进党党中央或者是民进党当局，在这个选前当中完全失灵哦。其实有一部分是安尼，伊无法度管制，伊嘛无法度互迄种大家。无法度甲即个陈时中，也是伊的候选人呈现出来，因为全部拢去有遐个口水，然后同温层，安全部拢甲伊淹没啊。所以其实这嘛是民进党即届选举拄着的问题，伊后摆选举嘛是会拄着即个问题，伊也无赶快无赶快甲伊解决伊2024年伊要安怎选总统，我其实看无。是，咪吼，你走民进党，咱遮4、5个内面你上久吼，你这我头仔看讲。这敢若毋是咱过去所认捌的这个民进党的党性，或者是讲伊的组织的文化，甚至到有心讲，因无法度去拜托这寡民进党的党友也好、朋友也好，说拜托的，你毋通搁再拍吼，我已经伤到这个选情啊，无法度做这种代志嘛。我感觉这有几个问题，就是你第一无办法好主导议题的时阵，你有对人走嘛。你想要你主体性很低的时候，你当然就跟着人家走。那第二个，你竟然想被切割吗？你是不是在找借口？你照好那个媒体人那一次下降了，让陈时中下降了6、7个百分点%哈。那你不晓得他的反应跟这个所谓中间选民或是社会上对这件代志的看法是啥物吗？唔好，你第一讲就可以上伊的节目啊！你也知影伊是歹，对选情无好的，你是不是爱切割？民宏你的意思是讲，某一个媒体人你用大力咧拍蒋万安，结果陈时中第2天就去接受伊的专访。对，就是讲你真的是要讨便宜，还是卖瓜，还是真的说啊，我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你没办法控制，你至少可以切割啊！你为什么不切割？我真的啦，就是选举选输了，我们就坦诚面对，要检讨就检讨。你可以切割吗？你为什么不切割？然后人家说你侧翼网红用很多，好，那你也可以切割一个人叫焦糖，
可是焦糖还是进你的总部啊，你还是不惜所有外面看法嘛。外口对这人一定做些批评啊，但是你嘛是和一进总部，他只是没有做，可能没有做主管。可是你这个一出来之后，大家还是觉得很伤。那你永远就是跟这些网络的侧翼就永远撇不清楚啊。那你这里想撇没有办法吗？那依照写出来民进党要撇清楚什么的。切个清啊，那有可能无办法撇清呢？是不是你嘛想要偷吃包占点便宜，然后到最后又说我没有，我也没有办法控制，都是别人的错。这个是民进党要检讨的地方。如果你建哥没有想要讨便宜的时候，你就切割，你第二天就不要去参加那个录影，马上就把焦糖开除。你这样子就不会有人把你跟侧翼还有民进党中央全部挂钩挂得这么紧。这个就是事实嘛，就说那你是不是？其实我知道了，我知道就是说有人就对于那个媒体人的时候，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说啊，这一中二是什么拍啊真好啊，咱中二嘛赢啊，继续互伊拍，无要紧啊。啊，你这届咧，这届就食着鸡啊。所以你要中二的代志跟这届的代志要分清楚。中二等于是涉及到公共利益，因为严家的事情可能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预算或是公共利益，你也是不是有侵占一些社会国家的这个领土地？民宏你讲到重点哦，公共利益为标准，对，你要这是标准，对，要标准嘛。那中二可以这样打，那你这个所谓蒋万安，这个是又不是蒋万安本人，然后又是家人的事情，然后家人的事情又打不对人。啊，这不是扯很远吗？如果你说这个家人涉及到的是侵占，像严宽恒的爸爸严清标一样，涉及到侵占，看你是贪污、污税还是安怎？贪污什么的，这可以打。我觉得这个合理，因为你公共利益，你侵占了这个所谓这个台中港，或是你侵占了台中的土地，公有土地，这当然是可以打嘛。但是这盖涉及的是。家人又不是本人的私人情况，然后私人情况又不丢人，又怕唔丢人，啊，你还要去背书挺他啊？过去人家骂你说你很多独家资料都是给他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外界看法观感都不好，一定是不好啊！啊，你有啥物不会政治判断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来依照写出来，民进党政治判断都很精确。这个连政治判断都唔知用失聪啊，还是什么，还是失明啊？多姓聪伫边啊啦，无失明了，还失智了这样子。姓聪，你感觉咧？因为吼，咱唔拿咧检讨民进党的尔，咱咧看讲国民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伊是无做唔对代志吗？吼，还是讲做唔对代志较少，所以伊胜利？还是讲民众的选择就是去有一招？就是我要互这个骄傲的民进党落架，实在讲，还是疼惜民进党的吗？我感觉啦，吼，你思考到这道的选举的时阵，其实爱思考到民进党家己本身，吼。你譬如讲，你的对手，咱若个讲吼，伊是小人，所以你若本体若用。小人会去做啥？吼，你若本体无用，小人就会落井下石。可是你若本身吼，家己吼树头加聊斋，唔惊树尾去做风台，你本身足正直的时阵，迄小人伫你边啊，都是锦上添花。哦，我觉得要把小人不是骂人的那种小人然后，也许侧翼你可以这个样子讲，你很强，他就是锦上添花；如果你很弱的话，他就是落井下石。所以你本体啊，迄个本体是啥？就是你家己吼，伫咧这道的选举，你要诉求民众的这个价值到底那照头头民众所讲的，讲爱这个诉求着这个公共利益吼。我看。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吼，其他党可能小咱少年人会当来看，就是公共利益的这个主题、议题，敢有？咱回想一下。当然有嘛，吼。你譬如讲，吼，以我所吼大的这个新竹来讲哦，新竹的公共利益，其实我甲你讲啦，
迄论文安怎吼？迄若少读过书的人吼，迄拢卖斗啦吼。啊，我譬如讲棒球场，迄我先讲论文啦，因为论文迄甲阮兜，迄甲阮兜我指导的学生，甲我亲生的学生。吼，拢是写即题论文，所以阮知影足清楚的。恁后生也写连地间的论文所以对啊，嘛用大数据去写。关键为大家这个独家消息我会讲。所以我会讲，迄论文烂就是烂，啊，都是个人的烂嘛。吼，啊，棒球场歹，确实有影歹，吼。啊，直追加预算，迄当然背后有足侪物件，但是敢是毋是一定拢是迄种贪污还是啥有诶无诶？这可能实在爱甲弄清楚。但是除了这个物件以外，啊，新竹市安怎做袂少诶即个公共建设啊？啊，若无是安怎远见天下会甲咱新竹变成有钱啊？敢讲啊？刚刚伊对遐个媒体，伊甲乌西嘛毋是嘛？啊，阮伫遐玩，但是即种的物件吼，在选举的时阵，即种物件拢是实的。主要就是你的迄个整个大气候，规个迄种意见气候，迄种趋势，无徛咧民进党一边啦。所以我甲伊讲，伊安怎所以你认为国民党在即摆大的趋势也好，还是讲因提出的即个政见？有这某种程度的这个理想性，我觉得想太多了。我头拄最开始就甲你讲，这局之所以会赢，是朝野对决，毋是拿力对决，所以毋免甲所有物件拢放咧国民党迄边。你去看国民党选到遐歹，还是选到迄落咱的毋甘吼？你真正若有机会，你去新竹市的。国民党的党部，即摆已经吼，红用要拆了，你咧替人经营讲话像鬼屋一样，吼。可是伊顶一道咧拍迄个4项公投的时阵，吼，伊联手拍吼，啊拍甲即个反对的公投的时阵哦，那个还是差足济差点点嘛。所以，但是迄个国民党敢有甲听小，敢有甲讲好了没有啊？好，然后你现在去看一下，迄个阮新竹市民富国小边啊，迄个民富街边啊的党部，你看到，你若是真正是国民党的这种忠贞党员，你看了流目屎啊。所以都没有这些啊，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然后打成这个样子，又被人家伤害到体无完肤，然后你甲我讲，哦，国民党这边有足济这种策略之下。黑无嘛，如果我可以的话，我一定要再讲一下苗栗啦。为什么？说真的，苗栗中东锦，伊若挂国民党的马裤，伊无一定会调呢。伊无一定会调呢。或者会甲像他民众讲，会去甲国民党拖落来。啊对啊，另外我若讲，若国民党真正有用还是啥，安怎伫咱苗栗吼？苗栗县只要挂国民党马裤的立场，大家会选到遐艰苦，足侪人无调。你甲我讲国民党伫所有的即道的选举啊，置诸在握吼，所有的物件拢应该弄。我感觉讲这有足侪讨论的空间，所以我来讲吼，不要骄傲吼，不要骄傲，好也不要造神，然后很多东西，譬如吼。要一个县市一卡票，那民众党咧，咱爱用一寡时间来讲一寡民众党。民众党真简单哈，那个在新竹市的利益交换我们不讲，我只讲一个嘛。在新竹市的时阵，迄个市议员总共31席，伊敢若2席，连党团都无法度去弄啊！你叫伊未来要安怎迄落？啊，民进党是有史以来选上好嘛，伊有8席，吼，啊，大家拢是安尼骁勇善战。你觉得以后我们新竹市，在市政府跟市议会当中，这样会很平静？
我觉得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安市长吼，可能真逐工都不一定真安哦吼。我也不知道他的幕僚到底对于新竹市的了解多少，但是我觉得，反正你选上了，你就是好好认真做功课了，只能这样子讲。是，咱少年人安怎看？他到底真注重讲第三势力吼，民众党，你感觉咧？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民众党真正袂是。唔是我的选择啦，但是伊这摆提名足侪人对对对，但是伊的当选率真低呢。咱头下看吼，是这当选率，哦，这1.5%啊，尔呢，哦，伊的社区才1.5%的议员啊，就1.5%啊，尔。啊，你的选择在哪里？我是刚刚讲，这摆这有4席是是在台北嘛，台北有一个柯文哲的这样的效应，但其他县市好像就像老师讲的，其实表现嘛无真好啊。我是刚刚讲吼，爱注意到就是讲，因为主持人你问的应该是讲，就是国民党是不是赢家啦？国民党是不是赢家？我来看是足侪无同的所在有不一样的原因啊，无同款的情形，无同款的情形，就像在花莲，其实。你要说国民党一定会赢吗？其实，在花莲外了解时，其实是反复或者是挺复两边的势力。像这一次的花莲的地方议员，咱是卖看县长还是市长，看议员，其实民进党这摆拿到3席，比上次还好，比上次还好。再加上一些无党籍，不是亲蓝，不是亲复的，其实加起来其实算选得不错。到底就像老师说的，国民党或者说赢家选赢这次多的人，卖摇摆，政治人物就是要下来持续的检讨，说到底下一次要怎么样让社会变好。是，由心你来看，民众党在这一次选啊，算作无好嘛，无讲真歹吼，尤其会当处到这个新北市吼，算作是讲已经占了这个，咱讲国语讲个叫滩头堡啦吼。但是啊，头头姓崇老师也讲伊无一定好做。但民众党在从此以后第三势力，尤其少年人看起来是对着民众党无啥意爱。其实为即个市长甲议员的投票，你会当发现讲，大家分裂投票的迄个效应真大嘿，迄个大家拢嘛讲母鸡带小鸡，不过今年无即个状况啊，大家拢是因为，就是我头头讲的提名策略的问题。你提一个大家拢无熟悉的市长候选人、县长候选人，大家过来个就是讲，就全部的氛围拢是讨厌民进党，我要甲民进党下架。所以其实讲起来，大家不过议员大家拢经营了真好哦。像民众党就是民众党，伊即个就是讲雄较甲人安尼推进去内底选对无？不过其实咱。纳入咧议员伫地方上已经经营足久啊，经营啊4档啊，有的人几个是经营到2档3档啊，其实因拢会当顺利选掉。所以其实讲实在，因为民众党这个就是打出我就是反对民进党的第一品牌，所以伊伫县市长。有一个收获，就是收到这个高虹安这个，那黄珊珊的票嘛，其实开了嘛，算讲对民众党来讲开了算袂歹。不过议员是哪拢选袂掉，就是因为提名策略的问题嘛。大家无熟悉你县长、市长的提名的人，不过我知影讲这个议员民进党这个袂歹，我就投伊。像这些民进党的议员拢选掉啊，不过因的市长拢选了真正迷迷毛毛安尼啊，所以这就是经营甲提名策略的问题啦。是想要还佫2-3分钟吼，我请每一位来讲一摆吼。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当中，咱主要看到民进党那选了无好，那对着国民党来讲，伊可能202伊可能就有信心哦吼。从此以后。这个咱来看民众党的这个角色，可能今仔就开始讲啊，咁样爱选了这。咱每一个人来讲一下，这2档刷落来，国政党应该做什么代志？민宏。我感觉民进党就是爱甲中间选民吹上来啦，即个中间选民嘛是算有民主啊，无投互你。嘛无投互国民党啊，伊算投互算做互你真有民主啊。对啊，伊就投互民众党甲第三势力嘛，佮投票率无就无出来投票安尼，
所以要该给他回到中间选民这样赢啊。那国民党来共下一次的环境是很不好的啦，因为是两岸一定会是主轴，他的一些所谓战斗蓝或是比较亲中的这个路线，如果没有改的话，我根本就不用想了，他根本就是没有希望了啦。那民众党就是扮演一个破坏的角色，他就是搞不好，如果像这次民进党也没有达到中间选票，他又有一个谢宏池了，就是变成这次一样的角色，一样谢啊你啊，对，信中呢？我是安尼看啦，就是讲，不管哪还是劣，伫咧2024年，啥物人若内部团结，啥物人都赢，这是第一的。第二就是讲，啥物人会当提出会当吸引到少年的40岁以下少年家的这论述，啥物人都会赢。来，我讲一间啊，见到少年的讲者，民进党爱面对本来这民间团体的沟通啦，这些人是会支持民进党，但是不能放弃跟民间团体沟通。有心来。